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9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新闻车先来看，咱过来今仔无本土病例，嘛无死亡的案例，有10个带病入境哦。另外，今仔下晡咱家己买676000吨的 AZ 疫苗会送到台湾，这批预防下的期限是到明年的3月。因为国内已经登河哦，过来拜六礼拜休困日，就无要开记者会咯。咱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那今天我们没有本土的病例，那境外移入有10例，那死亡的个案也没有。今天下午有这个 AZ 的疫苗67.6万剂将于今天下午抵台。那这次的效期是2022 3月21日那这是我们双边购买的，总计到780万剂。今天早上到11点，大概我们26万的目标群里面大概应该是有16万大概16万人已经预约，所以我们把施打的日期再延长到24号。到24号，所以我们仍然就会直接提供他公费的快筛，让他可以来筛。假日只要是假日例假日我们都停开那大家一起来放假记者们也辛苦，我们也辛苦。至于说明年是不是在1月底那时候有开始来，那是有这样的一个考量。再来看，咱国内第14期的疫苗要开放，头一档注 AZ 的民众，对早起10点开始到下晡4点，会当来预约第2档，看是要注莫德纳还是 BNT。另外，台北医注 AZ 加莫德纳的研究结果嘛显示讲，抗体反应是比2档拢注 AZ 好真侪，也毋过副作用嘛较侪。国内换注疫苗总算开放啊！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已经注第1期的 AZ 疫苗，第2期会当换注莫德纳还是 BNT 疫苗，为19礼拜5早起10点开始开放预约，拢总有28万人登记换注。台大病院的换注研究也抢先公布，研究团队发现 AZ 换注莫德纳这组所产生的保护力抗体浓度比2期拢注 AZ 的较悬，甲注2期莫德纳这组差不多。有混打的这样的一个组别那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抗体的效价都远高于没有混打的抗体的这个效价，还是以一个很高的 level， 都高达2000甚至到300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抗体的浓度。研究团队表示，这届研究拢总招募399位医疗人员参加受试，平均的年纪是41岁，女性占75%，各分做4组来做。除了发现换注这组抗体浓度较悬以外，换注组对阿尔法英国变异株加 Delta 印度变异株的综合抗体效果也比2期拢注 AZ 较悬，尤其是换注了后28天上界明显。它在第28天似乎在针对于 Delta 的综合抗体的效价要来得高，甚至比两者都打莫德纳要来得高一些。不过研究团队也提醒，换注这组出现副作用的比例也比2期拢注 AZ 较悬，亲像注的部位红、肿、痛、发烧、胃寒、头痛等等。不过大部分是较轻、较短的时间反应。研究结果佫讲 ，AZ 换注莫德纳这组也是相当有安全性。记者综合报道。4大公投剩无到1个月就要投票，哪里拢会动员？民进党政法家人颜玉芳挂伫街头的公投，4个无同意的布条已经互破坏2届了。国民党市议员罗志强今仔去立法院，向民进党立委何志伟甲无党籍立委林昌泽等4个人提出辩论的邀请。4大公投已经来到倒拍算的时间，蓝绿对蔡的局势愈来愈紧张。民进党前发言人颜玉芳伫个顶礼拜去街头来挂公投4个无同意的布条说去互人家破坏去。警方有掠到嫌疑犯，颜玉芳伫个16日刚嘛甲换新布条不过又搁去互人家挂破去。那都在电视公投说明会的当天，看板第一次被挖洞，然后第2次被割破。那很明显，他就是针对公投的立场，因为跟我们不一样，所以去做一个破坏。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罗志强19日刚去立法院，甲民进党立委吴思瑶、何志伟、高嘉瑜和无党籍的立委林中佐发出公投辩论的邀请。何志伟出面来收剪贴，还佫送3色豆来甲这个公投的议题甲炒较热烈。愿意
做一个沟通的逻辑，我觉得这都是好事。因为公投就是公共议题，关乎我们这一代跟下一代，还有台湾未来的国际空间。坦白讲，没有一个公共政策是十全十美啦，利弊一定参见嘛。那所以到最后，这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就让我们用辩论来去呈现。也若国民党的内部对核四公投来出现矛盾，民进党主攻的核四议题嘛反映伫个民调顶悬，核四公投正面甲倒面的支持度出现小平扯的扭转。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因否认核四公投会成做空客，嘛提出反击。民进党执政才有破口吧？那这个公投没有什么好破口的。当然，我们尊重有不同的声音，不同意，比例提高了2%，看起来这也是民进党砸钱努力的成果。因若定起核四代表黄士修伫个18个说明会询问台电核能处处长柯永辉，因家己的安顿好未？安尼互谣伊讲是咧恐吓。对这件代志，朱立伦伊是正秘手无评论。不过，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张志豪伊伫个19要告黄士修涉嫌恐吓、危害他人。记者综合报道。昨暗屏东小琉球渔港有一只渔船靠打哦，船已经歪一半。船顶是无人哦，后来知影讲是船长家己驶船要去掠土特鱼，海巡署佮救援人员是找几暝拢找无这个船长，今仔有渔船找到人咯，因为船长伫海里浮浮沉沉几暝哦，体温是真低，也毋过加载是无性命的危险。这只起去的渔船伫海顶咧浮沉，这只船18号暗时雄雄出现伫屏东小琉球的渔港外口，船顶煞无任何人。海巡署以及救援人员紧急来出动，不过因为暗时看无介清楚，又搁出动着空侦机甲海巡艇，规暗过去也是无找到人。海巡署来清查，这只船啊是屏东盐埔籍的渔船，18号下晡为新园乡的渔港出海，船顶敢若50岁的船长一个人，加载早时5点是传来好消息，船长和其他的渔船甲伊救起来。在船上只有发现船长手机，但人员失踪。立即由海巡署第7巡防区指挥部启动联合救援机制，实施海陆空救援。至今晨5点，延续船长于小琉球西南方1海里处，由东港籍郑树农渔船救起。这只船啊，本来要去小琉球附近的海域来掠土特鱼，不过却雄雄卡伫个渔港的肉粽角。船长互救起来了后送病医，虽然讲性命的真相是真稳定，不过规暗浮伫海顶有失温的现象，嘛无开力过来讲规个状况。因此，船只搁浅的原因，搁要等船长恢复健康才会当了解。记者王刘婷、陈显坤屏东报道。新北市新店的警察分局一位姓高的警察休困去南投山区录影，后来伊搁伫面册铺相片哦，互人看到讲伊伫营区内底起火，已经违反森林法。南投的林管处甲保七总队嘛已经来调查咯。警察家己违法，新店分局嘛赶紧开记者会说明。伫录影会边仔欢喜翕相，搁伫面册看一大堆录影起火的相片。看门的人是新北市一位姓高的警员，也那这录影的地点是伫咧南投县的郡大山。伊伫面册家己讲，今年10月22，伊去到郡大林道27.5公里的所在录影，而且搁起火。消息一出来，引发议论。新北市警察局19紧急召开记者会说明，督察组长表示，姓高的警员无承认有起火。那大营的时候，隔壁也有同行的一些山，都是一些爬山的一些民众，就在营区里面有生活。他生活他也比较不懂那相关的一些法令规定，他就直接看到那个很漂亮就拍照留影，造成那个民众很多的误会，他也深感抱歉。姓高警员表示，唔知是虾米人起的火，伊只是划过去翕相。不过林务局已经启动调查，因为今年1月份，郡大林道就捌发生过爬山入口互录影的人客霸占，民众素质引发外界的议论。刷到来5月份 ，NCC 的官员交警中伫玉山北通关营地引发森林大火，烧掉79公顷的林地，林务局要讨2亿2千万的赔偿。南投的林管处表示，根据即卖证据，姓高的警员可能违反森林法、偷森林的产物，搁有伫森林区起火等等的罪名。窃取森林主产物部分可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30万元以上600万元以下罚金；森林区域内引火可处12万元以上
60万元以下罚锾。林管处表示，已经伫11月15函请保七总队展开调查，也通知姓高的警员到案说明。新店警分局强调讲，会配合林务局甲保七总队，若确认姓高的警员违法，会加重行政处分。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峨眉乡卫生所顶个月有一个护理师帮囡仔做流感的预防针，却去注到旧年过期的疫苗。这个护理师伫旧年的3月，嘛捌甲人注唔到疫苗。甲毋过最近就有人逼讲这个护理师出代志，嘛是佮照常性质。新竹峨眉乡卫生局顶个月有护理师帮囡仔注到过期的流感预防针，机关追查发现，其实这名护理人员去年捌出过相像的差错，不过这名护理人员竟然佫会使成绩。109年3月的时候，他就已经把一个4合1的疫苗，只能打在5岁小孩身上的这个疫苗，他就打在2岁8个月的小孩身上。然后110年又打错4个疫苗的时候，你还可以让他升上正式的护理长，那我想这是大家都没有办法接受的。卫生局提出解释，10月14疫苗注唔到的前2天，升级的派令就已经落来啊，所以唔是后来才升级。所以来开会讨论这名人员的资格，搁在做评估。发生这个误打流感疫苗时候，那我们也立即召开考纪会给予护理长记过一次。那有关护理长是否适任现职护理长一职那我们会召开相关会议邀请主管及卫生所主任针对这个案子来做个通盘的检讨。过期疫苗目前阁无造成什么伤害，不过卫生局嘛表示会继续厘清发生缺失的原因，嘛针对相关人员追究相关责任。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再来看中华一间社福机构，互员工逼讲，每个月薪水拢爱用厝邻的人的名义，佮关护机构，算起来实际领到的薪水根本向上低，基本工资拢无。后来这间机构已经幸福这个员工5万块，也毋过中华县社会处是认定讲，因为员工户头内底领到的薪水是有下基本的工资所以判这个头家并无违反劳基法。中华县服务身心障碍者的社福团体去互生活员投诉，伫106年至107年期间，每个月拢被逼回捐6%的薪水予机构，而且毋是直接为口座扣钱，是薪水摕到手了后，由厝的人捐转去。来回的过程里面，彰化市政府完全不认这一案是薪资回捐，他1个月薪水才2万3呢。然后还要被扣1440，然后遇到问题了，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向我们外界求助，结果求助的状况却是这样子，想要吃案吗？工会提出生活员所提供的薪资条显示，106年12月的薪水是23000块，不过家己后生必须回捐1440块，再个扣掉劳健保，实际领薪水是20718块，已经比当年度的基本工资21009块更较低。我们在他的那个所有的薪资凭证看起来，他是有核实给付的，所以他没有涉及到这个劳动或者是劳动基准法这个相关的区块。今年5月，中华县政府举行劳资争议调解，机构向这个员工5万块做和解，不过中华县政府认定员工的口座也是有实领23000块的薪水，所以无违反劳基法。他可能还是一个回捐的这个类型啦，因为他就这个员工他是跟这个机构有一些牢固的关系，所以可能还是在一个不是很自愿的一个状况下有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都是不乐见，而且觉得不应该。中央主管机关卫福部是明确表明，这个案就是薪资回捐。未来若做查到这种的情形，至少会停止补助社福机构拢总1年的经费。只是目前也无法度直接处罚，因为确认的这个法规明年才会正式实施。记者综合报道。卫生福利部早起公布儿童权利公约第2届的国家报告内容包括儿童未过直接送的少年法庭会安置伫中度学校，并发下修18岁算成年等成果也毋过民间团体就指出讲，以儿童虐待案件来讲调查阁有出发阁未少问题。儿童权利公约是啥物？4年多以来，政府伫儿少人权有啥物作为和落实？卫福部发表第2届国家报告，
正式向外界来说明。我们修了儿少权法，让检警可以及早介入儿少保护案件的一个侦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那另外对施虐的一个罚则，我们也提高了相关的一个罚则。检警量早介入儿少保护，违法的儿童也袂阁再送少年法庭，成年年岁降到18岁。李立芬讲，真侪民众关心的儿童保护有真侪重要发展，目前也当咧研究托育专法。不过，就伫咧发表报告的前一点钟，有真侪立委和民团代表指出，最近几冬以来的儿童虐待和体罚的案件是并无减少。不幸的是，这些事情发生之后，我国里面相关的这些对待以及建立的调查的方式，还有裁罚机制，其实还有非常多的漏洞。原本执行长彭娇兰也讲，长期以来无消除对儿童的歧视，发生代志的时，大人用对囡仔好来做理由，煞无听伊的意见。儿童的权利是要安怎来落实？当他面对老师的性骚扰、老师的性猥亵，爸爸妈妈选择我不要走性平会。我要保护我的小孩，在这状况下，这个孩子变成是说，这个老师来还继续在学校上课，老师的课堂他要到辅导室去休息。民团代表和几落位立委做伙签订终止儿少不当对待宣言，也对政府发声讲，国家报告袂当只是宣传。日本进一步表示，会和几落位团体合作，做民间版的国家报告，记录侪现场案例，稍后也会送国际委员审查。加做改善台湾人权方向的参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中国网球查某选手彭帅伊指控讲，前副总理张高丽对伊性侵害，后来伊人就消失了。中国的官方媒体环球电视网是报道指出讲，彭帅伫18有发一张予 WTA 的批，讲伊目前人是真好，佮讲互性侵害的指控是无影的代志。也毋过，这封批的真甲假，互人真怀疑。WTA 主席佮竞争球协小威廉斯等人，嘛拢公开来声援彭帅，嘛真烦恼伊的安全。中国网球女将彭帅自从伫社群媒体发文讲去互前副总理张高丽性侵了后，毋但讲伊的文章真正就无去，彭帅嘛是同款无消无息。国际网坛正关心伊的安全，彭帅伫咧倒位，正做最近热门的话题。中国官媒环球电视网 CGTN 18发布一篇，讲是彭帅家己写予 WTA 主席的电子批，内容讲到伊家己拢真好，性侵这个代志毋是事实，还佫讲要求 WTA 的高层毋通佫插手。彭帅伫个批内底还佫讲，假使 WTA 若是佫再发布有关伊的消息，就要含伊先确认过，并且还佫取得伊的同意。对这件代志 ，WTA 做出回应。主席兼头坎执行长声明，伊透过声明发表讲，有关彭帅的声明，安尼会互伊感觉伊对彭帅安全甲下落会感觉真烦恼。伊正恶咧相信讲彭帅真正有写这封电子批，并且伊佫懊恼彭帅对这个性侵的代志表现出真大的勇气。WTA 和各界拢想讲要来确认彭帅的安全，不过拢无消无息。中国外交部对媒体的提问是拢拒绝回应。这不是外交问题，我也不掌握你提到的有关情况。也若讲彭帅亲像是去互人创消息去，球王乔科维奇进前表示讲，伊感觉真惊吓。前球协小威廉斯还佫伫推特发文表示讲，伊感觉惊吓，还佫有不安，希望这个彭帅会当安全，还佫强调讲，这件代志都爱调查清楚，大家袂使安尼急点点。推文顶悬还佫有附彭帅的相片，含主题飘头写讲，彭帅到底伫咧倒位。另外，包含 WTA 创办人、传奇球星比利真金，还佫有日本的网球选手大阪直美，嘛拢真关心这项代志。伊透过社区媒体对彭帅安全表示讲，伊真担心。美国的《纽约时报》有报道讲，北京当局打算讲要互这件代志自然淡化、拍擦消去，不过煞引起国际网坛的这个烽火真大，安尼嘛，互特别上场的北京冬奥打一烟乌影起哩。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来关心对抗武汉肺炎会当注疫苗，嘛有这个药啊。即马除了默沙东药厂、辉瑞药厂嘛宣布讲，已经甲美国政府签1000万份的药物合约，总金额是52亿9千万的美金。目前嘛会研究药物的以色列药厂嘛宣布讲，要甲墨西哥来合作，咱做回来了解。
当地辉瑞药厂则向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提交新冠病毒口服药片紧急使用申请了后，即马搁较宣布已经甲美国政府签新冠病毒疗程口服药2,000万份的订单。伫这进程，美国药厂默沙东研发的全球头一款新冠口服药莫纳皮拉韦已经先得到英国授权使用。根据这两款口服药的实验数据，拢会当有效降低住院甲死亡风险。要终结这场全球疫情，除了注疫苗，专家认为口服药将是强力后援，也可看作是未来的防疫趋势。An oral vaccine can help quickly vaccinate the most vulnerable and people in remote areas. Oravax, a company based on Oramed Pharmaceuticals' patented oral delivery technology, is developing an oral COVID-19 vaccine. 以色列当积极研发新冠口服药，总部位伫耶路撒冷的制药厂奥拉米德，10月先伫南非核准，16月展开临床试验。即马嘛伫墨西哥甲当地药厂合作，以快速推动第2期临床试验，望量早会当得到紧急使用权。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approaches now to wrapping up vaccines in a way that protects them through the acid environment in the stomach so that they can get into the intestine, essentially the intestinal area where we know there's actually a lot of immune cells so you can stimulate. 虽然全球注疫苗已经8年，但过欧洲真侪国家对疫苗有源有毒，地区注射率偏低。此外，全世界有真侪国家运输以及保存疫苗条件不足，加上注射是需要医护人员亲自一一执行，甲口服药比起来，加出一道天数。这药商表示，口服药副作用少，也会当快速大规模分发，甚至伫温室之下保存。若讲新冠疫情未来流感化，口服疫苗可能更较有利。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最近欧洲的疫情又搁严悬，伫洛西亚18个一日就新增加1251个人死亡，新的病例嘛创纪录。另外，德国的病例数嘛创新高，主要是因为预防针的注射率上过低哦。即马欧洲有真侪国家为了避免耶诞节爱封锁，拢针对无注过疫苗的民众来加强防疫。德国慕尼黑这座圣诞市集毕业者，甲拄只布置好势会议拆掉，因为确诊数清悬，当局连续第2年取消活动。Wir müssen abbauen und wir haben die ganzen Kosten ja zu tragen. Wissen Sie, ob das der Elektriker ist, ja, ob das die Werbung ist und so weiter und so fort. Wir haben die Kosten zu tragen, bezahlt uns keiner. 德国18通报过去24点钟久，新增加确诊超过65371例，比前一天增加12545例。过去一礼拜发生率每10万人336.9例，前一礼拜是249.1例。德国做过2期预防针的比率67%，有33%的人无保护力。要做后届政府的社民党、绿党甲自民党，伫联邦议院通过更加严厉防疫新限制，要求民众爱挂水烟，坐大众运输工具。注射证明，或者是体检阴性的证明，相关法案则到要交予联邦参议院批准。伫俄罗斯这位病人面床边打一张纸条，顶头写“妈妈，阮真爱你，但你转来你真勇”。俄罗斯18通报一天新增加死亡1251例，在测试1247例，连续2天创新高。过去几礼拜确诊死亡一直增加，总医社业者真无行，因为民众无信任家己国家研发的斯普尼克疫苗，做过2剂的无到40%。政府叫民众赶紧做，因为新的限制措施明年开始，做过2剂或者是确诊恢复的人才当出入公共场所，坐国内外的大众运输。欧洲真侪国家面临着新一波疫情。捷克、斯洛伐克、希腊拢已经对无做过预防针的人实施防疫限制，因为就惊讲佫发生像去年圣诞节封锁的情形。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再来看咱国内的新闻哦，为着要解决乌白蛋粪扫问题，彰化市公所甲几啊台太阳能移动式监视器装伫定定防蛋粪扫的所在，清洁队嘛定定来调整监视器的位置，效果阁袂歹哦。今年的9月到10月就取得46点咯。顶个月23号半暝啊2点，彰化市的清平路边啊，监视器画面去到一辆小轿车停落来，其中一个人位车顶，甲粪扫往路边啊来等，另外一个人是伫后边看头看尾，连续等了10外包，两人随即上车离开。不过过程拢被移动式的太阳能监视器翕落来，彰化市公所嘛对着行为人来开发。
通常拢伊看较偏僻的啦吼，尤其是山顶遐产业道路啦，也较偏僻啊人烟稀滞的地方，较少人的所在。回到这个淡本数的热点，就位伫高速公路卡的涵洞边啊。当地民众表示，这是三个乡镇的交汇点，不过暗时往来车辆真少，常常发现被乌白淡本数，甚至个位外县市来的，成了真头疼的问题。因为要去鹿港要去秀水的，我都要拢总爱经过车。按就是手等安尼。哎，对嘿。而彰化市公所伫边仔解释的，就是厝地乌白蛋的工具，唔那利用太阳能来运作，还佫会使360度环状来监控。迄度影上了后，清洁队以车队人来开发。今年1到10月已经处理了46件，而安尼太阳能监视器，清洁队拢总有3只，不过嘛唔是拢无缺点。有遇到的一个情形就是之前的阴雨。绵延这样子几天，我们有一次是大概有2天没有办法拍摄到现场的状况。彰化市清洁队表示，乌白蛋本数若是被查到，会依照清洁来开发1200块到6000块。若是乌白蛋需要废弃物，佫可以来处以300万以下罚款，嘛将会随时来更换监控的位置，杜绝乌白蛋本数的行为。记者彰化采访报道。来看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今年针对乌面腊八来倒档的调查，伫云林、嘉义、台南、高雄记录到3315只，是比去年增加1300多只。专家认为讲，除了台湾的环境变好，甲全球的气候变迁应该嘛有关系。而且11月初，更毋是乌面腊八上济的时阵哦，12月份到明年的正月，数量有可能会愈多。逐年的9月、10月，一直到每年的3月、5月，乌面腊八拢会来到台湾的南部来渡冬。今年乌面腊八，消防部队伫9月16号飞到四草水鸟保护区了后，大批的乌面腊八嘛陆续飞到台湾。台江国家公园伫13号展开乌面腊八的普查，发现云林、嘉义、台南、高雄等4地，总计3315只，已经是超过去年同期的2045只。那我们其实很开心看到这个现象，因为代表黑皮的来我们台湾的族群数量是有明显的增加，然后它的出生率大于它的死亡率，所以它每年大概在族群上都会稳定成长，大概200多只到300只。3315这个数字，近超越去年跨今年度乌面腊八全球普查，台湾总数3132只，嘛是每一年来上悬的纪录。以往伫11月底才会达到这款的数量，现在是提前达成，敢若是甲全球气候变迁、甲出生率提升有关。就是冷气团提早南下，那导致了一些候鸟提早南迁的一个动作。那黑面琵鹭也不例外，所以今年第一个原因有可能是它提早。另外，乌面腊八虽然创下纪录，但是高峰期还未到。台江国家公园对12月到明年1月，敢会有更较悬的数字出现，嘛乐观其成。台江处除了进行生态基础的调查、饲地管理的监控，嘛甲市民共同营造友善的饲地环境，来带动当的乌面腊八逐年提升数量。这嘛是台湾推动生态保育的一项肯定。记者郑云达报道。高雄的茶山有真侪台湾高山啊，嘛定定惹麻烦。当地有一群人就带民众去林捌这高山啊，想要找出咱人甲狗会当好好啊斗阵、互相吞吞的方法。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梦，明仔载暗时7点半，特别带观众朋友来了解这群人是安怎做的。高雄茶山是台湾狗的生态队。từ 茶山山脚的中山大学也把传出人类甲狗山啊起冲突的新闻，为着让学生了解台湾狗，进一步甲因和平相处。对2014年开始，林美吟推动台湾狗生态导览，来平衡学生甲狗山啊的生活模式。狗伊本来就伫这个所在，啊，你学生无可能走，狗嘛无可能走，啊，你不如学会晓甲伊安怎相处。你适当你就走啊，唔过狗爱伫遮一世人。因为之前有上过一些课嘛，那些猴子被伤害的那个画面，其实会燃起心中那种保育的那种想法，就是觉得他们其实真的需要我们去特别的关照，去保护这样的一个生态系。为了将共存的理念推广出去，2019年林美吟成立台湾狗共存推广协会，并且优先台湾狗推广，透过无共媒介、各种管道行出共温站，传达台湾狗的科学普及知识。因其实拢无啥了解这个物件，所以因听到的时嘛想讲，
哦，这台湾狗竟然阁有协会哦，啊，竟然阁有咧教人讲，啊，着爬山，哪有啥物阁好，啥物好导览的？啊，因就感觉讲介趣味。经过一几档的拍拼，政府机构、学校单位也开始正视人狗冲突的问题，也开始有认同理念的青年有志投入野生动物和平共存推广工具。这条路虽然行了艰苦，林美吟坚信，敢若有透过正确知识的建立，互相尊重甲包容、和平共存、永续生态，才有真正实现的迄一天。记者吴定武、黄文良高雄报道。地方放送头，咱来看目前是婚姻关日期场外的采收期，因为天气今年的产量是比以早减少1成，也毋过品质是比永过较好哦。目前100台斤是收1040块，绩效算是真悬。农会就预估市面上的白米有可能卖起价。来到长江，目前拄好是今年日期场外采收期，挂钓机来回开收成，搁将车仔送往当地农会来收购。有农民表示，虽然近期收购的绩效袂歹，但因为进场外成本负担大，农民的收益真有限。对啊，现在是稍微有好一点啦，我1分地可以赚个2、3千块，2000多块吧。割起来才有时候差12000左右嘛，成本差1万嘛。西农会表示，今年日期场地补偿期拄上大雨，搁加上8月后真少落雨等气候影响，而这季产量每分地平均比往年1000台斤，减少到1004台斤。但因为车仔品质好，收购的绩效因此嘛起价。每100台斤有1040元，价格也渐渐的往上，价格比今年一期的稻谷价格高，所以说，这一期的新米的话，那个白米价应该有微调的空间。农会表示，目前今年日期场已经收成一半，产量和品质拢算稳定。如果车仔收购绩效会维持平稳，但目前白米的批发价每台斤21.6块。后续因为收购绩效加工运输和人工包装等成本提悬，后个白米的绩效有起价空间。记者为你报道。嘉义县哦，本地拢爱等下同济附近才通有乌鱼通掠，也毋过昨下晡嘉义布袋外海已经有渔民掠到乌鱼咯，一时啊就掠要4000尾哦，而且这乌鱼腹肚内底乌鱼子是水个大皮。几下渔民无用咧处理网仔顶面的乌鱼。乌鱼的数量侪甲吸引真侪人来现场看。渔民讲，即个掠到野生乌鱼可能有4000尾，估计金额120万左右。你倒掠到的？布袋外海只尔。哦，啊，当时出海去？会知啊，会知啊。哦。这乌鱼子一瓶差不多有6两至半斤。啊，这差有几尾啊？差不多4000尾吧。嘉义区渔会表示，一般掠乌鱼的时间，大部分拢是伫同济附近。即个有渔民提早掠到遮济乌鱼，毋但鱼仔大只，乌鱼子嘛真水，真正是真罕见。一般咱的海乌鱼吼，可能爱过半个月、1个月才会出来啊。我今仔处理透早处理讲钓，搁叫再袂转来，叫遮阵来去斗载啊。我因阵来讲是算头批啊。感谢这兄弟啦，这兄弟啊斗骹手，阮若无，干那阮某囝无在钓。当地渔民讲，伫6、7年前的时阵，捌有人掠过1000外尾，即摆也未到乌鱼的时间，就掠到遮济，真正是有够好运。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来看南投的草屯农会，甲台东阁有南投的学校合作，带学生去番麦田内底学种番麦哦，佮家己来料理。对于餐饮直接到饭桌，家己动手来体验食农教育，嘛学珍惜食物。有人要吃吗？有人要尝试吃啊！要不要吃？说不出来的感觉。还要煮过，你觉得煮过比较好吃？对，比较好吃。番麦是真重要也真普遍的作物，不管是甜番麦还是自米番麦，拢真好食。不过，若讲到番麦要安怎种、安怎焖，会当做什么料理呢？就要请专家来指导。即阵草屯农会甲台中、南投的学校合作，安排学生到田里亲身甲农民学习。体验种番麦。哎，推太快，慢一点，慢一点。让他们体验这个务农的辛苦哈，可以让小朋友哈从他们的生长栽培过程的生长期的不同，他们的整个的样态，食农的这个部分哈，可以做一个扎根教育。为着要让学生知影咱的食材是安怎为产地送到咱面头前，学校透过这场食农教育的课程，带学生来到农地了解食物的来源，也亲身制作料理，
希望学生会当入店小咱的每一顿。那我们呢，再由产地当中摘到的一个玉米拿到我们厨房，然后我们把它做成了玉米的披萨，还有把它做成玉米的蛋糕、汤沙拉，还有我们的甜品，最后用玉米来泡的茶。学生会当为课本学到知识，不过生活当中也是有真侪无同款的经验，就爱实际去体会。学校也希望透过这摆参访，用更较多元方式来推广实用教育。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有一个美国来的英语老师海博，伊今年78岁啊，伊来台湾教英语嘛要50档咯，伊捌到过真侪教育奖哦，对咱台湾的英语教育真有贡献。最近伊嘛摕到咱台湾的身份证，咱做回来看这个英语老师爱着台湾的故事。接到中华民国的身份证，美国籍的海碧老师是满面春风。78岁海碧自1975年开始来到台湾教英文，已经46档。在教育方面的特殊功分，让伊今年受到来进步的肯定，获准摕到中华民国的国籍。我就是很高兴，那么多朋友来，也是帮我庆祝这个很重要的变成中华民国的国籍的人了。海碧自1988年进入台中的静宜大学做教师，除了为华人编写英语文化的参考册，佮创作囡仔歌。海碧自身推动台湾的英语教育，嘛，可以得到私校教师上高级的奖项丰德奖，亦佮有史怀特教师奖等等。所以，虽然大多数的外籍人士拢是透过宗教身份摕到中华民国的国籍，伊算是有法度透过教育贡献成功来规划。他除了在大学做我们的英文教育之外，他更关心的是一些弱势的孩子怎么样来完整的受到英语教育。他希望他的整个未来规划为我们中华民国国籍之后，更能够为这块土地贡献他的力量。另外，海碧嘛真介意台湾的文化，尤其是外台歌戏。伊讲歌戏是台湾真难得的文化资产，甚至佮写过相关的研究论文。即马海碧成做这块土地的成员之一，伊嘛希望会当继续来为台湾的教育打拼。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消保处抽检市面上10件手机的无线的充电器哦，结果有4件标示无合格，品质嘛无合格。其中伫顺发山西抽验的2项产品哦，全部拢无合格。消保官是认为讲店家无好好啊把关。另外一件品质真歹，佮明明无检验所有合格标章，是严重违法，会佮进一步来调查。消保处随机抽查市面内卖10件各大品牌的手机无线充电器，其中有5件是中国制，4件台湾生产的，1件是越南的，这无合格率真悬。10件内底有4件无合格，中国制2件，台湾制2件。其中有1款台湾制无线充电器上界限，伊的标示甲品质拢无合格。不过市面内卖商品煞有印标检局的合格标章，已经违反商品检验法，会甲处25万到250万的罚金。也有可能去涉嫌到刑法的伪造文书罪，会甲进一步做调查。伪造一个那个商品检验标示这个在以往在黑心电视的时候这个是10几年前的事了。可是我们在这一次竟然还是发现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也若讲品质无合格的部分，经过标检局的检验了后，无合格4件产品内底拢有辐射干扰的情形，也会影响到部分的家电的使用，因为伊的功率有较细，敢若有10至15瓦。标检局表示讲，这对人体无伤害。如果有干扰的时候，收音机它可能就会有所谓的一个滋滋的这样的声音，日光灯管的部分不是正常的一个闪烁。因若伫这边的抽验内底，3C 卖场内底这个顺发3C 卖商品，伊的无合格率上悬。凊彩甲抽验2件商品内底拢无合格。那个顺发3星他们是专门贩卖电器类的他们应该对这个部分应该要有所警惕。消保官表示，有部分品牌的无线充电器是以好的这个样品去送检，不过市面咧卖商品煞是迄款无合格的卡收货。要来多检商品嘛是真济，这无合格的商品都爱随甲摕落来，并且爱搁加罚，要求爱伫个期限内底来做改善。记者综合报道。
过来疫情等候，观光地区人是愈来愈多，有环保团体甲专家学者是真烦恼，讲人潮伤过多，会对环境造成破坏。望讲业者会当来推出维护生态的旅游，来保护这个环境。合欢山武岭连续假期游客踢踢甜，伫南投的溪头同款出现规定人去爬山。国内疫情渐渐受到控制，即马慢慢啊解封，国民旅游正热，所引起环保团体这个单位的烦恼。每个环境呢都有它的最适量，也就是我们在讲说环境的承载量。那尤其是人多的时候呢，可能有很多的步道，它会人脚杂踏，好，那造成一些土壤的这些这个压实等等的一些相关冲击。民众管袂牢，就惊观光过度发展，破坏环境，必须着生物种类甲数量减少。台湾生态旅游协会表示，无追求观光的人次，来推测着较细龄人佚佗，避免搅扰着当地动植物，会当甲在地连结。透过当地食材、人文风情的体验，减少旅途中碳卡热，提倡国民旅游的转型，发展成永续生态旅游。生态旅游它绝对不太可能就是完全的取代我们传统的大众观光，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他们会希望在他自己未来的旅行的选择上面，是一个更负责任，然后对环境更友善的一种方式。学者坦白讲，即卖的旅游方式未消失。毋过，相信有愈来愈多民众开始追求有品质、深度、加知识性的生态旅游，在体验大自然的同时，佫较是对环境保护的重视。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大溪老街有一间有180栋历史的老店，最近推出一寡经典的古早衫的展览幕，咱做伙来看卖。厂房看个大，使用香薰色顶级布料手工所做的100年历史的古董大襟衫，也佫有一套是高龄88岁古料玉照，当年为家己亲手所做的丝绸订婚洋装加裙衫，也有62年的历史。手工绣字也是当年上流行的。阮婆婆的衫已经1世纪啊，还有我的，迄当阵订婚的礼服，就是1家具啊。疫情教军为伫大溪老街和平路上有180年历史的环古本铺再度开门，推出为期2礼拜到12月初5的家时尚展览。除了变出家族老生活珍藏的服装，也规划伫27后礼拜6推出以时代蓝绿搭配为题的本土纪情行秀。希望说用一个新的一个概念来阐述一个美学，然后这个部分呢是在生活里面，然后是温暖的，而不是不可侵犯的一个美。七点前，高建军表示，这摆展览以母亲古料玉照为主角，为陪伴舅妈妈超过1家子的裁缝车讲起，一领一领为家己为家人量身所做的衫，一针一线串起家族的故事，也传达生活中属于女性丰富样貌。透过衫的顶躯顶现，让大家会当看到无同时代的穿插风格甲流行样貌。记者综合报道。登记推广台语文的杂志《台文通信》今年已经满30档了。总编辑陈鸿辉是表示，后一个目标是要把所有的内容电子化，望讲会当有愈来愈多少年人来接触台文。当年盐埕埔是全台的高雄市上闹热的所在。暗时7点多，读册会成员轮流读台文通信网报的内容。安尼读册会虽然因为疫情人数减超过1半，不过对20岁到50岁成员拢有，而且已经举行19年歌。一路对台文通信行30年的始终读者，肯定在长期以来的台语文书写推广。语言啊，文理这个主体性，会踮喺咱心内有一个定位出来啊。最主要，我感觉上重要就是一个讲，咱台湾人会使用家己的语言写作文字、写作文章，家己来读，这是真重要。掀开这篇1991年踮洛杉矶创刊的台文通信创刊号，当时的发行人兼总编辑陈良光先生写着对普及台文的愿望，希望台语文会当像火种，记录咱身躯边大大细项代志。台文通信对海外同乡会创的刊物，到台文通信甲台文网报，含即阵咱看到的台文通信网报，对语言保存、民主人权、性别平等
等等的议题，拢有写着。台语写甲华语写有啥物无共，有愈来愈侪少年朋友来理解。然后我想十字就是希望讲会当对时代行，就是讲时代，即摆这个时代，即摆这个社会有啥物款的议题，当然我嘛是需要来转换，就是讲数位化啊、电子化，互大家接触甲认捌咱的即个语言文化。民间已经做遮多啊，好，我感觉政府的责任伫遮，就是你爱肯搁较侪资源，搁来请你尊重台语文的专业，互因较好的台语。啊，希望有一天台语文会当正经就是自然甲其他的领域、其他的语言、其他的科目来竞争。无即马拢干那是咧剥削即个台语文即个运动者因的热情。柯惠如表示，虽然国内已经有国家语言发展法，不过政府伫咧落实台语文标准化和分配母语发展相关的资源，母语要是无通含英语甲华语比拼。伊希望政府着爱系统性规划执行，卖互母语发展正做口号。记者民进何凯、曾海文台北报道。2009年，莫拉克洪台过了，高雄的水利局伫去年有做天然温泉的调查发现13笪新的天然温泉，也毋过某一寡本地正受到民众介意的野溪温泉已经消失。高雄六股本土温泉这间饭店，看山浸温泉享受分多金，也有一间以茶建做主题温泉山庄，准讲平凉时来大房率也挖近5成。业者讲，民霸考虑桥重派去了后，经过将近4个月，最近生意明显有较好。知影市政府水利局公告，本土温泉已经找到天然温泉头，真欢喜，因为唔免阁烦恼民众疑虑。让客人知道我们的温泉是真正的源头下来的温泉，不然客人都会有质疑。让他真正知道说我们政府有做那个温泉源头。高雄关山区桃园少年溪宝来一家茂林的岛仔，真侪为温泉源头，因为莫拉克洪台引起。市政府水利局去年6月重新启动温泉源头的调查，伫桃园、茂林、六股3区，拢总发现13位天然温泉头，分别是复兴温泉、玉水温泉、石坑、七坑、本土温泉。水利局伫温泉头维设保护区附近会当申请温泉水权，也会当投资开发，不过离至少爱10公尺。这种的规划也有业者烦恼讲离伤远，引水成本伤悬。你可能要看路途遥不遥远吧？对啊，你如果路途很遥远的话，我去那边饮水也没什么意义啊。水利局表示，若是业者有这个需要，我来协助因申请水权，进行当地产业观光，希望水源头会当延续保存。记者综合报道。朝观众朋友来看，伫印尼东南部有一个岛有一款目前世界上体型上大的4卡豆丁，伫地球的历史嘛超过100万吨咯。也毋过因为气候暖化、海水沁悬，以及未来45吨内因的休困地会减少3成。各学家嘛真烦恼讲，这种豆丁会绝种所以嘛推出保育的计划。这2只港的科摩多龙为着要抢交配，攀伫咧相拍。这是印尼东部大城泗水的动物园，当地正伫咧进行科摩多龙保育计划，已经培育出140多只科摩多龙，也有40多粒卵伫咧孵。Yang pertama faktor suhu, yang kedua adalah perkawinan tadi saya sebutkan, yang ketiga adalah kecocokan antara。科摩多龙是世界上上大的4脚蛇，会当大到2-3公尺长，那野生成年的差不多有70公斤重。科摩多龙是食肉的，水质有毒，鼻仔正大，一整500公尺远的味拢闻会到，最后住伫印尼东南边5个岛。虽然看起来正歹，也不也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国际自然保护联盟警告讲，全世界暖化、海平面上升。伫未来45年内，科摩多龙的栖地会减少3成，所以已经把科摩多龙列入红色濒危名单。Harapan ada perhatianlah, jangan sampai satwa yang hampir punah itu akhirnya punah, tidak bisa dikembangkan, akhirnya nanti dari anak dan cucu kita nanti。泗水动物园目前保育科摩多龙的计划成果袂歹，保育人员按算伫咧因大只了，甲因放转去原本的岛屿栖地，但是也希望大家会当重视气候变迁的精神，努力改善环境，卖互科摩多龙无处通转去。公司新闻詹慧敏报道。
南韩最近伫首尔的金浦机场头摆公开来试飞空中客运车，拍算讲适当2025年会使正式营运。因为未来另外一个仁川机场嘛有这款的空中客运车来服务往来机场的旅客。南韩的无人机运输有进一步的发展。韩国国土交通部在1月中伫咧首尔金浦国际机场第一遍公开试飞空中客运车模型机。It's very different than flying helicopter or aircraft. It's something new and it's very exciting for me to be part of this new development in the aviation. 试飞这两台空中客运车是德国马拉卡巴特制作的双人座飞行机，起降的方式甲直升机正同，而且免人驾驶。飞行员伫50公尺以下高度飞了3公里，并且确认机场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适用空中客运车。 대규모 실증 사업을 준비하고 있습니다. 그래서 24년까지 실증 사업을 하고 25년에 실제로 수도권에서 실증 노선을 1개 정도 지금 출범시킬 계획을 가지고 있습니다. 空中客运车若开始飞，首尔到仁川国际机场的时间会变紧。 原本30到50公里，坐车要点外钟，坐空中客运车只要20分钟。因若计算自仁川国际机场到首尔市中心11万韩元，大票2600。到2035年市场较成熟的时阵，计算会降到一抓2万韩元，换算大票是500块。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辑。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5度；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 华岛地区上低18度，上悬25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后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